無論你對一件事或者一件產品幾有興趣、幾中意都好啦，由興趣變成工作嘅時候呢，其實就係兩個世界嘅事咯。譬如以呢一個杯墊為例，其實我真係好中意咧做呢個合絲珐琅嘅。但係如果我要將佢變成一件產品，每日10個鐘都做同一個手工嘅咯，我係咁做，其實啲客人係咪真係識得欣賞㗎？點解成日都淨係會諗啊？可唔可以減價賣平啲啊？同埋喺不斷去重複製作嘅過程當中咧，可能就冇咗當初嗰種由零到有嗰種成功感。熱情從來都喺度嘅，雖然我自己做嘢會有苦悶，亦都會有樽頸位啦，但係無論我做咗100次、1000次呢一件作品都好，對於買嗰個客人嚟講呢，其實佢都係第一次見到同埋收到呢件作品嘅啫喎。咁所以呢，佢嗰個熱情同埋開心呢，其實正正咪相等於我第一次自己親手做到呢件作品係一樣咁開心同熱誠咯。過往咧，可能你嘅目標係點樣去做靚件作品啦？點樣喺件作品、喺件服務上面加入一啲你自己嘅創意啦？但係當變成事業嘅時候咧，好多時或者係基本上每一樣嘢都多咗一個金錢嘅考慮。可能你會諗，到底賣唔賣得出？賺幾多錢？點樣可以揾多啲啊？或者令到我哋會冇咗原本對嗰個工藝品或者對嗰個作品嘅熱誠喎。商業上嘅成功啊，佢好暢銷，先至係對得住我自己咁深愛、咁中意嘅呢一件作品嘅。咁慢慢有呢一種諗法咧，就會開始再去鑽研更加多唔同嘅銷售技巧啊，或者係諗一諗客人真正想要啲咩嚟去調整自己嘅作品。咁喺個過程當中，亦都會有唔同嘅樂趣。慢慢咧，就唔會因為每日做重複性高嘅嘢而冇咗個熱情啦。